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1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这苗栗白沙屯宫天宫妈祖，对12暗时起驾昨晚到的时，已经去到北港朝天宫，大阵的信众是客在场面有影真热烈。庙埕组织几若万的进香的香灯卡大声发震哦！白沙屯妈祖đoàn轿照管的3进3退了后，16晚到11点的时就去到婚林北港朝天宫。庙内互信众真甲擦用要无卡路，山边马也有白沙屯路主马和大马，互庙方工作人员请落轿，一手接过一手迎到新房。苗栗白沙屯宫天宫妈祖到北港朝天宫进香的行程已经来到第4天。妈祖入庙以后，庙方甲众善男信女先向外口拜天公，然后做伙敬拜妈祖，祈求国泰民安。天上16万之列尊，天极朝中不天伦，了天上天敬大礼，祝福婚礼乐安言，再敬拜。上班的信众在庙外整齐行礼敬拜，外面看到有影介壮观。开会以后，白沙屯妈祖就会随起甲回銮，打算4月20日登去到庙的宫天宫安坐，5月初1开炉，然后甲较香提回来的香火放入去宫天宫的香炉内底，代表进行活动圆满煞果。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白沙屯妈祖去北港朝天宫进香，上重要的开会仪式昨9点开始，大约进行2点钟50分，顺利圆满。今年因为有46万的香灯卡报名，这书文要写超过1600张，一一放入去这朝天宫的万年香火炉化掉，保护妈祖在。这个将火种卡入去宫天宫的火卡，了后白沙屯妈就随起驾回銮，按算20要登去宫天宫。因为现主时也已经行去到婚林轮回啊。另外，咱来关心这金门关店古迹但现网激防破坏，警方是扩大追查，锁定一个住伫咧中华姓李的嫌犯，咱像是2月是去金门犯案的。警方4月14日去搜索这个嫌犯因兜，当场也来查扣相关的工具甲册。金门县长陈福海也强调讲，未来会搁加强文化资产的监控。金门关店古迹但现网互人误去，但是后代咧陪网的时，发现木具互人误一空，心肝痛又搁惊吓。警方随组专案小组调这几个月的监视器，锁定姓李的男性有重嫌，就是警方伫咧中华嫌犯的徛家掠着人，当场甲犯案的工区扣落来。我们搜索他的住处哦，发现这些东西哦，那他对他的这个犯罪行为是没有辩解的。他在来金门哈有。针对这些古墓群有一些这个场勘哈，那是因为发现这个墓地处偏僻哈，所以才选定这个墓来下手。是安怎要看海乌623栋的金门古迹？警方伫咧嫌犯的徛家敲出研究金门古墓的册，也有专业的工区，判断是有计划犯案。专案会照刑法、乌墓甲文化资产保存法等罪嫌，移送福建金门地检署侦办。金门县长陈福海强调，未来会加强文资的监控。对于古迹，尤其是古墓啊，我们应该要监控，甚至在周边出入的重要道路必要设一些监视器。嫌犯锁定地点较协调的古墓犯案，互文化保存的管理受到检讨。因为古迹若真受到损害，是真恶复原。陈福海表示，已经指示文化局甲警察局等相关单位设必要的监视器。文化局也会讨论未来定时维护管理的可能性，互这个风波袂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进前逼出霸凌，害这下市行底路的前分署长谢义勇也牵涉到贪污。昨日是不是宣判维持1审的4档半刑期？因为替大公权的部分是对3档改做2档。要为了被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
县国公务人员视旁被野错霸凌，迄时阵才形容，未前一讲才出来回息咧，涉嫌霸凌被停职的时阵，新北地检署也分下一案，调查以涉贪最后法院认定，伊伫任内指示部署为特定厂商量身定做采购案，独立金额42万元，各项就业安定基金等预算买30个合格利用，涉独立侵占公有财物3罪，至今被判4年6个月。安阳检方提起上诉台湾高等法院，至今宣判为期4年6个月。原判决已经审酌被告谢宜荣的犯罪动机、犯罪手段、所生损害以及违反义务的程度等等的量刑事由，所以检察官及被告谢宜荣的上诉均无理由，应予驳回。经过会期了自审开庭，谢宜荣虽然当庭认罪，讲家己无知，而且心怀傲慢，对法规无了解，甲厂商交往密切，不过各主张无人是故意要犯罪，想要将代志做好，每讲落来忏悔，希望法院应予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你说做错就要接受惩罚，为什么不会提上诉啊？来，走这边。还是认为判太重啊？二审开庭，谢宜荣伫律师陪伴之下无讲话。台湾高等法院合议庭指出，谢宜荣甲检方提起上诉拢针对量刑，上诉驳回。不过，原判决褫夺公权3年，经过认定适用法则有误，撤销改判褫夺公权2年。专案议员应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进前甲一岁囡仔凯凯苦毒教师的年母姊妹啊，已经互判刑无期徒刑甲18档的刑期。因那负责凯凯这案的社工陈尚杰，一审是互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判2档的刑期，伫伪造文书的部分是判无罪。凯凯战术集合，因我大声话口号，关心依法人员社工陈尚杰一审的宣判结果，互人控告轰炸失职的伊涉犯过失致死、伪造文书2大罪嫌，互检方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再来依照过失致死罪判2年，伪造文书的部分是判无罪。因为凯凯案，我们社会大众都已经得了 PTSD 创伤症候群，今天的判决就加深了我们的忧郁症。我认为不管判几年，对我们来讲，都是轻判。陈尚杰可能判有罪一大关键理由是合议庭认定社工的3解访时，明记知影凯凯下头有大大乌青，面明显消散，目睭无神，出现严重落水气，加头药变情比起来看起来敢若无共人，也是听信老蔡选真含下级的讲法。当然凯凯一直发烧有受伤的情形，嘛无多少年母爱护凯凯去就医，后续阁无实际去探问，是毋是有得到妥当的治疗，有应该注意。当注意，不过煞无注意的过失。被告的过失行为跟儿童的死亡之间呢，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本来应该对弱势的儿童做一个保护的功能，但却违背职责，消极的不作为。虽然陈尚杰否认是组织社工，不过判决理由特别强调，里面不是单纯的消解托药角色，是严格汰选年母，有实质监督权限的特殊职务法人机构。因为法人机构无实体，各项监督保护义务的执行，都要依靠专业的社工落实，嘛必须承担保护义务的保证人地位。不过陈尚杰煞消极无作为。至少过失致死罪的部分是家属比较关心的部分，那我想这部分法院也给了一个合理、符合家属期待的判决。一审宣判即马公布，不过陈尚杰互人判有罪，疑明是敢若用文字回应的方式，甲凯凯讲一声失礼。不过声明尾啊有讲到对判决的结果感觉真沉重，真危害社会安全网的破碎，到尾煞由第一线社工个人来承担全部的责任。记者采访报道。凯凯这案的社工陈尚杰一审是互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来判刑2档。就算这判决说明讲，伊是根据保证人地位，毋是因为伊社工的身份。毋过伫社工这边，都有人咧烦恼讲，安尼恐惊未来有人会出现自保的心态，互相伫咧下提责任，甚至是无人要来做社工。毋过，至少团体是认为讲，若是一般的社工，甲基本的做好势，根本就免去讨论到保证人地位的问题。我跟你说，那个明天固定的行政事务、教处访问拢是社工的工作范围。即马凯凯案的社工陈尚杰，互人告过失致死罪第一审成立。虽然判决说明是依照个案具体事实，判决陈尚杰有保证人地位，并不是敢若因为伊是社工的身份。个补充强调，应该负保证人地位的人是有实际支配力，却无积极作为的陈尚杰，不是伫基层尽负责任的社工群体，也是引起社工界人心不安。虽然说是个案，但是都很有可能还是会复制在我们的身上。
我就跟一个租屋的社工在那边讨论说，如果哪一天租屋的长辈在你租的房子里面死掉了，是因为你帮他租屋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单上结爱护保证人地位，法院认定的理由之一，原来有伊家属用社福中心达成分工共识，家己愿意承担保护义务。这会互第一线的社工烦恼未来会互社工分工下职，也是有风险性，恐惊会造成更加侪人离职。法院认定的社工日常事务加社工现场的状况，其实差真侪。对于这个危险发生是有防止的义务的，那你却是放任这个危险发生，或者是消极的不作为，那你的结果就等于同于积极作为而造成这个结果发生的犯罪人一样哦。我们正常人用一般的经验法则尝试去判断嘛，就觉得怎么孩子前后落差那么大了？你怎么可能会认为说1岁多的孩子磨牙会磨到一个晚上掉3颗？日校守护团体看到认为，那是一般尽职的社工最好基本爱做的代志，都未互悲剧发生，根本无需要讨论保护人的地位。不过专案引起社工界正关心。也拢修炼所发声明回应关心的一大重点，拢点出制度的系统性失灵，拢讲专业责任无应该互人无限扩张。加强我们在这个领域社工同仁对于儿虐的辨识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第二个当然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家庭或者是业务上其实是有分工，那我想当然可能在分工的部分也需要再做一些细致的讨论。随上社工目前事务的困境有按量上济高流动率，欠缺强制执行力等，第一线社工承受未少挑战加压力。卫福部表示，社工的角色加责任范围，牵涉制度运作加真侪项专业层面，有持续检视加深化讨论的必要。答应强化训练加人力配置，因为社会安全网即届用刑事制裁的强制力建构，是不是都会当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制度安全修正，拢需要好好思考。记者采访报道。我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有风面接近，伫咧金门、马祖，也有台湾北部地区会较高落阵雨，因为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今仔日各地高温拢有28至32度，也是真烧热。不过明仔载东北季风真强，北部地区会较转凉，尤其到后礼拜一，透早低温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日时啊，这气温才会慢慢个回升到30度。另外，受到风面的影响，明仔载落雨的范围会愈宽，中部以北、东半部甲南部的山区拢会较高落雨。因那礼拜这天气就会恢复稳定。最近咱国内这内蒙的价小是一直起价，原底一斤20-30块，即马是爱超过70块。主要就是因为上大产地这个屏东九如，进前受到风台霜冻，树根农业的复原，产量是明显减少，内蒙嘛较少一点。这也互业者使用内蒙的成本增加，有的是根本即马就规气无爱参内蒙啊。内蒙原接倒去米杯啊，切几块白仔含苹果，最后绿茶天好甜，热人上适合来一杯水果茶。不过因为内蒙对今年开始产量明显减少，价小就一直起。进前一台斤差不多伫20-30块，最近一台斤超过70块，还买3杯。卖饮料的店头讲，内蒙原接就起2成左右啊。这次的涨幅大概是多少？可能有20%，很多啊，像什么蜂蜜柠檬啊、金桔柠檬啊，然后那个柠檬绿啊。像刚刚的水果茶都会加，很多东西都会加到。所以最主要是饮料特调1半以上都要加到柠檬。收成好像不是那么好啊，所以价格的部分都有调涨。那从去年到今年应该有涨得快将近50%。业者无奈嘛是出去竞价的，唔敢起价。内蒙这2年啊产量会减这么多，主要就是受到风台影响，果子树根受损严重，收复的时间长，占台湾7成产量的屏东九如乡，今年预估收成至少减1半以上，而且内蒙拢发袂大粒。3月时记者实际到内蒙园，就发现真侪落果。春天开花到夏天要收的果实，大概一串都会有5个，一串出来5个，现在只剩下1个。这个也不是短的2-3年就有办法恢复这些树势啊，每一年都要赶快增加它的一个培养施有机肥或者是一些补充，让它根系赶快长好，才有办法恢复正常供货。九如农会预估，内蒙要恢复应过产量，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加上热人教卖粮的需求拢会增加。
过一阵仔计数可能会阁起，呼吁农民会当少量坐长压肥，甲歹的树枝紧修剪掉，互营养集中加速复原。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新竹县关西镇公所拍算要来编预算，发予居民一个人3600块补贴，要来加油，而且加收入户个一户加发2000块。若是顺利通过，就正做全国头一个发加油补助金的所在。受中东战争影响，油价大起，影响其他的民生消费对得起。新竹县关西镇经过评估，认为镇公所财政有法度负担，拍算一人发3600块的加油补助金。最近地价计划送代表会，关西民众听到这消息，有人发好，不离个别人感觉应该把钱用在地方建设。伊朗战争，石油什么东西都涨价，汽油涨价啊！我相信只要有补贴回来，大家都会很高兴。当然有发钱，当然是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做其他的项目，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目前国际的情势呢，还有提升地方的振兴地方的经济呢，那我们预计在5月份的时候会提送代表会审议，我们利用这9000多万1亿多的税基剩余款来做一个社会福利补发的动作。除了一人拍算发3600块以外，加收入户计一户加发2000块。照目前关西人口26000人来计算，总预算爱开81亿。关西镇代表会主席是双手赞成，甚至提出一人普发1万块。我们关西镇所有镇民的福利我们关西镇民代表会一定乐观其成，还是坚持去年我们在中秋节所说的，我们希望镇公所能够苦民所苦，能够普发现金1万元。若是镇公所这个计划顺利在代表会通过，新竹县关西镇就是全国第一个发加油补助金给民众的所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参伊朗停火2礼拜，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双方最近要搁谈判。因为美国军方嘛警告讲，美军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而且封锁武器、弹药、钢铁、阿鲁米送去伊朗。再来看自由时报，台中有一个查甫人将手机门号卖掉，结果煞予诈骗集团用来犯案，有人受骗损失4330万。法官认定这个查甫人是共同侵权行为人，除了爱担责任，也得爱来赔偿。落尾是联合报，台积电昨估计抢到2085块，搁再创下新高纪录，也带动台股是起到37132点。台股的总市值已经超过英国，成做全球第7大的股市。好，原来讲到这，今仔日台股开盘是开伫咧36898点。另外，昨伫咧台积电的法说会公布第一季这营运的结果，合并营收是新台币1兆1341亿，一股是赚22.8块，这也是创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董事长魏德嘉也表示讲，伊有信心，规年的营收成长会当超过30%。美国18杂志公布，2016年不再影响流任何名单。台积电董事长魏泰嘉家族为伊上榜的台湾人，各有回到执行长黄仁勋亲身写文章介绍。台积电昨日多是发说会，公布第一季营运结果，合并营收大票1兆1341亿，创历史新高。税后损益大票5714亿8千万，美国盈余是大票12.08块，毛利率是66.2%，表现比预期较好。魏泰嘉讲，因为 AI 需求增强，预计今年全年营收成長有希望超過30%。Our conviction in the multi-year AI megatrend remain high, and we believe the demand for semiconductors will continue to be very fundamental. We maintain strong confidence for our full year 2026 revenue to now grow by above 30% in US dollar terms. 因应 AI 出世，魏泰嘉表示，台积电加速投资提悬3奈米产能，一直南科美国甲日本增加3奈米制程产线，各将台湾5奈米设备转化生产3奈米。另外，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决定家己去种鱼厂，是不是造成影响？魏泰嘉回应：种鱼代工无捷径。It takes 2 to 3 years to build a new fab. No shortcuts. And it takes another 1 to 2 years to ramp it up. Again, that's a fundamental of foundry industry.
对台积电第先进封装的布局，为贴加指出，台积电继续扩大科化先进封装产能，也透露，要去CoPoS先进封装制造流程，有过几年了后，应进入量产阶段。We have a very large radical size CoWoS. Of course, we are also working on CoPoS, and together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give enough capacity to support our customer with reasonable cost. 台积电16收盘也写新的纪录，期货可收至2085块，台股开悬行悬，最后大起409点，收至37132点，各创新高。根据彭博社上新统计，台股总市值到拜三已经冲到4.14兆美金，第摆超过英国，成做全球第7大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城镇巡行演习后礼拜22要来举行，隆重有11个县市要参与。头一场会对彰化开始，因为高雄、屏东也有新北、宜兰是8月汉光演习会做回来演练。国防部嘛强调讲，今年的演习无表演的空间，会派人去拍分数，若是无合格，就要来找出问题。超级目镜抓直升机是真紧飞到目标区，展现空中支援火力。陆军234李是投入联用操演，演练敌军登陆抢据点，陆军和航德部合作做火力的压制，榴炮、战车炮精准打着目标。国军的操演是无分日时暗时，透过实弹训练来反制中国军队规工的威胁。另外，为了验证地方政府面对战争紧急状况，安怎整合公司部门的应变能力，2026城镇巡行演习会有11个县市来参加演练。行政院表示讲，有3大演练的重点，提高各项冲突情境的比例，提升演习的强度，还有扩大全面参与。国防部强调，演习爱平衡。我不给你空间表演，这一个；二一个。我们会派评核组下去，各个部会要打分数的人，我们招过来训练。你要怎么打分数？你每一级的标准，你给我先设出来。我们很认真做这个事情，并且后面要有人不及格才行。这摆演习是下过4个月，第一场是22登场，彰化县第一个出来，这个交互标列县顶其他的县市，另外高雄市、屏东县、新北市、宜兰县会配合8月的汉光演习、共步演练。今年演习的重点是包括疏散特例、医疗后特、扩充医疗战士沟通、运行管制和战略沟通。另外，中国军队最近几年是发动伟大军演，演习敢会抗入海上封锁，引发关注。暂时我们会有一个反封锁的这个课程，可能就是我们从别的地方来运输这些 LNG 这些天然气。那我们国军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反封锁。在我们这次的全民防卫动员演习里面，并没有包含在里面。各县市的城镇巡行演习时间是真逼，第一天采取有架设无剧本的兵推，隔顿天就随来展开综合实作。次数强强调袂有表演空间。廖建天回应讲，透过演习找出问题，才做刷落来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咱海军的敦睦舰队远航训练2月底出发，13已经去到咱的友邦圣卢西亚。这是敦睦舰队59天来头一天去到当地，也是咱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重大交流。专家的分析讲，咱敦睦舰队去圣卢西亚，除了稳固邦谊的意义，其实也是咧展现咱的海军有参与环太军演的实力。对抗疫的画面，会当看到敦睦舰队停伫圣卢西亚的港口。这毋但是台湾和圣卢西亚2007年复交以来的第一摆，嘛是咱的海军舰队59年来第一摆历史性来访问圣卢西亚。六国的外长阿尔瓦巴蒂斯特到场来迎接。圣卢西亚皇家警察局对各办化妆舞会等热情。咱的海军各机队和各军队嘛伫现场表演，展现精准和纪律。登去看敦睦舰队的历史，2000年拢总有5架军舰参加，是日本舰只上济的舰队。2003年捌造访11个友邦，是访问国家上济的一摆。2005年创第一摆的全球远航26429海里的航程纪录。参加环太平洋演习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你的船要能到达夏威夷啊。那如果说我们的船能到达，譬如说中南美洲，那我们当然有能力直抵夏威夷嘛，这个毋庸置疑。专家分析，敦睦舰队到访圣卢西亚是放出咱国的海军有远航参加环太军演的能力。敦睦舰队在2月底启程，目前已经造访3个友邦：马绍尼群岛、圣克里斯多福和尼维斯，还有圣卢西亚。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隔壁东，搁一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巴拿
马运河中国的势力在被挑战。巴拿马大概也看到美国最近在拉丁美洲要巩固它的势力范围，不希望中国在这地方插旗插的太多。严正相分析，敦睦舰队伫台巴断交了后，是第一摆通过巴拿马运河，表示美国和中国伫拉丁美洲的角力是渐渐出现变化。另外，敦睦舰队的远航未事先来公布行程，但国民认为讲，主要是防范中国迄边有可能做的外交抵制。伫到交方国家了后，才互咱的军方媒体来公布消息。这摆训练暗算是112天，到6月顶半个月才会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继续来关心以色列参黎巴嫩达成停火10天的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强调，所有来因双方的领袖会搁去美国白宫来进行历史性的谈判。因为黎巴嫩的民众是拢希望讲会当赶紧来达成真正永久的和平。因为伫即间的冲突自3月到今，即黎巴嫩的境内是已经超过2000个人死亡。停火协议生效进前，黎巴嫩真主党甲以军继续咧拍，也毋过协议生效了后，贝鲁特的天顶敢来当看到庆祝的烟火。美国总统 Trump 10日证实，伫个协调之下，以色列甲黎巴嫩对台湾时间17透早5点开始停火10天。And I had a great talk with both of them today. They're going to be having a ceasefire, and that'll include Hezbollah. And I think it could be number 10 for me. Trump 也伫社群媒体答文表示，已经邀请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甲黎巴嫩的总统奥恩，未来这2礼拜去白宫会谈。若准有成，会是双方领袖自1983年以来头一届实际的会谈。纳坦雅胡10日表示，10天停火期间，以军未撤出黎巴嫩南部，同时保持随时反击的权利。也毋过以色列愿意去华府和谈。בשיחות השלום האלה יש לנו 2 דרישות יסודיות. 1. פירוק חיזבאללה מנשקו. 2. הסכם שלום בר קיימא, שלום מתוך עוצמה. 针对以来之间10天的停火协议，包括法国、伊朗、卡达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国家拢表示欢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强调，以色列知影甲黎巴嫩政府相交插的复杂程度，因为真主党无受政府的指挥，也毋过以色列愿意试看卖。停火协议宣布了后，黎巴嫩民众除了欢喜，也希望和平会当真正永久。لأنه عن جد زهقنا من الحرب وبدنا سلام وبدنا أمان ونحن لبنان كتير حلو وبدنا نعيش فيه مثل ما بدنا نحن. ما بعتقد رح يرجعوا المهجرين يرجعوا كلهم يطلعوا مرتين، لأنه مش معقول كل ساعة وشوي تهجير. لازم يصي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ثابت واتفاق ثابت على كل شيء. 对3月7日以来冲突变严重到今，黎巴嫩境内包括儿童甲妇女已经超过2000人死亡，有约6800人受伤，超过120万人有路无厝。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另外，针对中东的冲突，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籍的天主教教宗梁14世，因为这立场不同，就来踢破面。川普若是批评教宗，还搁伫咧网络打出一张用 AI 做出来的图，描述伊就是耶稣伫咧救治众生共款。虽然落尾是有甲抬掉，毋过过几工啊，又搁铺一张共款是用 AI 做出来，川普参这耶稣烧意外的相片，这也是引起一寡保守派天主教徒的反弹。He's a man that does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toying with a country that wants a nuclear weapon so they can blow up the world. I'm not a fan of Pope Leo. 川普讲梁14世软正真害，而且真左派。佮讲伊会当做教宗，拢嘛因为伊佮大文质疑，伊拢进前2个月已经开始至少42000个手无武器的抗议者。敢有人会当甲教宗讲？安尼梁14世13头一大去非洲访问前，伊佮发出坚定的反战信号。I have no fear, neith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or speaking out loudly about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and that's what I believe. 进前，川普也搁伫真实社群搭一张 AI 的图，甲家己画作哪亲像耶稣的形象，引起争议。后来伊甲伊删除，无几工啊，伊搁转搭另外一张伊甲耶稣互相意外的 AI 图。网络政治媒体 Political 报道，川普后来解说，伊认为迄张 AI 图像是甲家己描画作医生，毋是耶稣，而且甲红12会有关。毋过一寡天主教徒毋是安尼想的。I'm kinda disappointed of how he reciprocated that position to our God, but that's his opinion. I will pray for him. That's all I can say.
nobody should compare to Jesus or anything. I just think Trump goes a little overboard with his social media stuff. And I didn't think that the Pope would get involved in something like that. I still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BBC 嘛以川普甲教宗的矛盾当地公开上演做标题，报道分析川普可能会失去宝贵的支持。国家 AI 生成图这个事件，无论对福音派还是天主教徒来讲，拢是禁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大选有62%的白人天主教徒拢投予川普。国较卖讲美加重要的基本盘福音派选民，这拢是川普所掌握的较未变动的政治力量。若这个做法致使选民失望，川普有可能在11月期中选举了后，煞变做败卡总统。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现代人拢看网络，较无爱看电视，搁再加上即马通货膨胀，制作的成本增加，就连有上百档历史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嘛因为财务的压力，宣布要来裁员2000个人。成立103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昨个宣布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代理总裁戴维斯发布内部会指出 ，BBC 面临真大财务压力，为减少营运收支的差距，会在未来2年裁掉1800到2000个职务，差不多占1%的员工数。按算裁员规模加减少节目预算，应为 BBC 省差不多5亿英镑，合大票214亿的营运成本。戴维斯表示 ，BBC 承受的财务压力主要是节目制作的成本继续增加，政府收款使用费用价值因为政府当局收费加通膨因素减少14%。数位时代改变观众的收视习惯，串流平台抢走少年观众，后内容产业的制作成本一直高起来，为维持节目品质需要预算也欠高，和 BBC 面临真大的财务压力。BBC 被看作是全球公共媒体指标，不过这几年 BBC 节目争议真多，尤其2015年一部纪录片因为不当加出美国总统川普部分的演讲，暗示煽动2021年1月7日国会山庄暴动，引起批评声音。川普提起100亿美金的诽谤诉讼，虽然迄时阵 BBC 总裁甲新闻部执行长上将落台，不过依然中创8年媒体上骄傲的公信力。特别 BBC 新的总裁，也就是前谷歌欧洲区事业总裁布里廷5月上任进前 ，BBC 宣布这15年来上大规模的裁员消息。根据一项外流的内部民调显示，过去一年，敢若34%派 BBC 员工对领导改善有信心，比前一年62%是前5年上低点。网络时代改变大家接受自信的行为甲习惯，数位化也撼动传统的媒体，连8年老字号 BBC 都要思考未来营运方式。公司新闻郑淑芬编译。搁再个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斯里兰卡当局公布，伫咧机场有掠到9位中国人，涉嫌要走私通讯设备入境，那像是要用来做网络诈骗。咱的友邦海地，也有前友邦德明尼加，最近因为落大雨做大水，至少已经有19个人死亡，也有上万人是有路无厝。中东的战争影响到石油相关的产品，日本首相搁市早表宣布讲，5月要提出国家备用的5000万箱医疗手套，用来稳定医疗体系。咱搁来关心中国讲要恢复两岸的直航，中国国台办搁特别强调，这问题拢是卡伫咧民进党政府。不过咱民航局也表示讲，目前实际需求其实无遐尔济。刘宇辉也讲，中国想要恢复直航的地点，其实搬飞行机的航线真济，成本嘛比直飞也搁较低。第10批的对方是趁这个势提出真侪项涉台措施，我为推动恢复两岸的直航。中国国台办局讲，两岸的航线是受到民进党当局的干扰，呼吁台湾顺应民意，取消无合理的限制。但交通部讲，目前两岸直航的10个航点，逐礼拜规划420班，但实际飞敢若310班。目前的两岸航班的情况来看，其实需求没有特别高涨，以实际营运的航班来讲，应该是可以应付这样子的需求。根据对方的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表示讲，已经请台湾的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工会透过空运小两会致函咱这边。立委会证实4月7日已经收到下部实来评估，业者是点出2025年台湾飞去中国的旅客数有差不多330万人次，比作出境第2个所在，因为航点无够。在疫情之前，我们两岸的航线呢，最高呢有高达50几个航点。航点呢，如果能够让交由市场自由来决定，可能这是一个比较
适合的一种市场的运营方式。这些航点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些台商在那边投资，但是台商的人数绝对不足以支撑一条航线的持续经营，它必须要有台湾这边的去的旅客，也必须要有那边来的旅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强调讲，对方希望开放的航点是包括乌鲁木齐、西安、兰州这城市，毋但转机的航线多，成本嘛比直飞较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配偶李正秀去互民众党开除党籍了后，对中央也有党主席黄国昌全部拢去互伊批评着。伊讲伊唯一支持的，干后即个创党的主席郭文德。因郭文德也强调，中国配偶嘛有参政权，毋过嘛呼吁李正秀讲话得较细致咧。不只是我，所有的陆配很多都跟我讲，他们特别感谢柯文哲，有恩必报也有仇必报。今天是黄国昌对不起陆配立委，他一定要帮民进党搬走我这颗石头吗？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被开除党籍，连续炮轰党中央控诉党主席黄国昌落指导期开除伊，要求公开中评会完整会议记录。李正秀甲民众党了破面，为力挺前党主席郭文德。郭文德在第一摆回应强调，民众党不是一人政党，呼吁李正秀言行要谨慎。一直说谎，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问题。民进党给他太多的这种打击，可是怎么现在你自己都跑去这个绿媒在这样乱讲话，这个就我想这样的，就先calm down了，先安静一阵子啊。郭文德表示，主张中会按有参政权，不过个人表现接受社会公平，立会海选制度应检讨。另外，李正秀个别立法院中选会也公告，正大连立会现任民众党政策会副主委柯忠信，地方当选前会将做民众党新任立委。我现在基本上我们党的政策跟党团的决策优先。那以他过去担任过台联的立委，甚至担任过总召的角色，那我觉得在我们党团的战力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加成的一个作用。对中会国会柯忠信表示，对党团决策方向行，韩国上肯定也加入延后党团战略加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传出伊的车去互追踪去，国民党说是赖去互赖清德，佮讲因的手头有证据甲强合批。因那总统府也呼吁李乾隆，国民党是爱赶紧去提告。新北市的警方嘛表示讲，已经主动要来介入侦办。新北市警局副局长林武宏亲身拜会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原因是李乾隆的车传出被装追踪器，李乾隆敢若提供技术追踪器甲电池的相片，佮表示这物件已经评调固执不限。不过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温安珍佮将目标指向总统赖清德，强调李乾隆要受到强合规，手头有证据。这件事情呢，在民主国家来说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尼克森总统时代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放置了窃听器，所以呢险遭弹劾。追踪器以及李乾隆秘书长他接到的恐吓信，我们都保有证据。恶意的指控，总统府要表达严正的抗议。在一个民主国家当中，一个政党的副主席遭到不法跟监，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态势。赶快向司法单位还有向检警能够提出报案。呼吁李乾隆甲国民党提相关事情报案提告，互检警介入侦办，查明真相。新北市警局是表示，考虑牵涉公众人物安全甲社会关注，会主动展开侦办。这个驾驶的这个侦讯以及修理厂的查访，是未来我们必须接续的侦查重点，请他们具体的提供证据，供为我们侦办的参考以及依据。警方表示，李乾隆已经固在真心车甲大所在安全维护。伊解说是，进前司机伫保养汽车过程内底发现追踪器，迄时阵感觉是小可代志，就将物件撇掉，也袂记是啥物时阵撇掉。不过后续会透过科技侦查过滤相关的事情，赶紧调查事实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咱若伫咧网络找人要来修理电器，定定毋是找到原厂的。有机会就呼吁政府应该来加强网络广告甲平台管理，减少即寡毋是原厂说是挂人品牌的乱象。伫网络用关键字要找家电用品的修理站，所发现真侪拢有挂品牌的名，
不过这个拢不是官方的。就是他认为我找到的牌子名字上就是他们就是国际牌，就是日立，我就认为就是他们厂商，但不知道说原来有些名字上面差一个字，它就不是了。消基会讲，这个网站拢甲品牌原厂无关系，使用大品牌关键字写消费者点连结，唔拿大品牌互人食名。消费者若委托这个非官方厂商修理，凡事会拄到修理品质歹、收费悬，甚至造成家用电器放气的问题。消基会嘛讲，1月日按算有超过100件的申诉案。我们政府这几年打诈打得很严重，但是呢，像这个消费者家电出了问题，怎么找官网？哪一个搜寻引擎回复的才是真正的正牌的原厂？这件事情呢，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来关心。消基会呼吁政府对下部门合作，加强网络广告和平台管理，减少乱象。电器工会是建议民众家电的说明书都爱看，内底拢有维修的电话。其实说明书里面大部分的他们都还有写他们公司总公司的电话，懒得连那个说明书、保证书都不去看，这样就比较容易被误导。另外，白沙屯马进香活动是闹热滚滚，不过社群平台近来嘛传出真济免治送马祖纪念品的刊文，要写民众点连结，编购资各有金融资料。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嘛公告，这个拢是诈骗，嘛提醒民众网络顶悬的消息拢要先查证，认定官方，才袂了讲国实本。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富人人最近去银行，要领200万的定存出来，这行员就警觉赶紧报案，后来才查出讲，这个富人人是透过网络加入去投资的群组，之前已经摕150万互人啊，即马搁要来录钱落去。警方也提醒讲，即马这诈骗集团是利用假报价单，互民众会当闪过银行的查证，所以请大家千万要来注意。那中网是哪里找的？穿红衫细里的查某人，倒手因为受伤下吊大，伊搁走来银行解除200万的定期假金，行员问伊用途。富人人讲是要付厝邻水电工程的费用，甚至搁提出报价单的相片。不过行员感觉奇怪，请保7总队的警员协助调查，发现富人人其实是向诈骗。我查一下你们那里的负责人跟他这公单上面写的联络人都不一样啊，联络人陈。不是你嘛，对不对？姓李的富人人则甲警方表示，伊是透过网友的介绍加入投资的群组，进前就已经先面交150万。不过警员希望会当确认伊甲网友的对话信息，说服富人人拒绝。开个赖我就是看几眼就可以了，很快，因为我们很常处理，好不好？我帮你去，真的啦，你相信我。我不愿意去出卖朋友。跟你说，他遇到诈骗。我想也是啊，但是他就不觉得，我也没有。加在警员各有厝邻的人一直甲口肯，姓李的富人人他总算接受这是投资诈骗的款头，决定卖甲定期的解读。先前已投资150万，并以储值回馈为由，持续鼓吹加码投资200万。诈骗集团更要求理户全程保密，并提供伪造水电工程报价单，意图规避银行查证。警政署105打诈仪表板上新的统计，今年3月受诈骗的件数，以网络购物的诈骗上济，有5600多件，占将近40%。那以财损金额来看，也是投资诈骗相关的，超过21亿，占总财损43.1%。警方表示，甲去年同期相比，受理数甲财损数拢有较少，只要是牵涉到投资要求汇款，也是面交现金，差不多拢是诈骗，民众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咱家人一个渔船啊，专鱼6号伫咧日本奥基纳瓦石湾岛北边海域，是传出熊熊大火。这船顶有7个人，其中6个外籍船员是已经互附近台湾的渔船啊甲救起来啊。不过船长的台湾船长到打有关是下落不明。除了日本的海上保卫厅有出动来搜救以外，咱台湾的海巡接到通报了后，嘛已经出动桃园舰来加入搜救。专机6号庆祝奥运后后边游船入来了后，赶来救援的日本巡逻船用用着水条喷向失火渔船，全力灌救。这只家人籍渔船载负台籍赛长的船长甲6个菲律宾籍船员，跳海岛上的6个外籍船员，和附近台湾渔船专机36救起来。台籍赛长的船长是下落不明。预料目前为止在北纬26度59分，东经124度2分。现在有船哦，有船那个正北168跟全136号，在那边继续寻找那个船长。
专鱼6号12为北岛渔港出海，透早经过日本沖縄一湾岛北平265公里海峡时阵，熊熊庆出大火。日本海上保安厅马上出动巡逻船搜救。台湾的海巡署接到报案，马上派桃园舰，而且甲专鱼36保持联络，整合搜救进度。船上6名外籍船员已由附近作业有船全于36号及时救起，均无大碍。张姓船长失联。海巡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全于6号属于基隆市级的渔船，那是属于过往渔船。我们很多的民生的经济用鱼为主啦，渔获其实蛮多样的。企业处整合的资料，今日击败专鱼6号，当为是92.83吨，是高望渔船民国76年入水，主要是掠明星鲸鱼啊。目前日本的巡逻船继续伫司法海峡扩大搜索范围。咱的桃园舰到事故现场投入搜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警方查到一个集团是对中国进口重用药的原料，佮含一寡无经过核准的药品，甲包装做保健食品，伫咧网络卖，已经赚超过8000万啊！警方有抓到8人，检方也已经依照违反药事法制造甲卖假药的罪名，甲伊起诉。亚白的包装用文字强调有重用效果，阿巴顶管写着食品2字，不自觉内面的产品说是有含禁药成分的假药啊。高雄警方去年追查一件李小成北下案的时，意外发现几多种明讲重用效果的保健食品，伫咧网络卖甲下叫，甲产品摕去化验发现内面有含无经过核准的药品成分。对去年7月开始，都会当新北市卫生局发动2摆敲吹，伫业者公司找到17000盒的假药啊。该集团透过健康食品名义掺杂伪药成分，借以增强功效并宣传，进而贩售牟利，恐对服用者造成无法恢复之伤害。那个是2入的，那个盒子的。等一下，警方表示，隆重抓到8名嫌犯，7群人因为看到重用产品的销路好，利润惊人，8通库的成本会使卖到10通库，大家分工合作，细工的主嫌负责对中国进口重用药的原料，细李甲细王的强犯透过家己的生物科技公司去找配方甲药啊，然后包装行销，甚至搁找网青来做代言人，对106人较大，不法所得超过8000万，市面流通超过14万盒。从中国进口的非法原料，它的制成没有受到政府的把关，它的剂量也不受我们的控制，而且它常常会掺杂着其他的化学原料或是重金属。若将这些产品吃下肚，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肝脏、肾脏或是泌尿道系统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为着要让产品有效果，就乌白蓝禁药，叫我头地检署认定这8名嫌犯的行为涉嫌违反药事法，已经起诉。目前已经有消费者反映，食完会有心肝头、噗噗菜的现象，因为相关产品伫咧网络平台也有人在卖。警方也呼吁，千万唔通买来路不明的药品，避免了钱伤身体。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彰化县的环保局接到检举，讲有业者是违法囤大量的废弃物，检方也有抓到4间清运业者申请羁押，其中1个人已经成押核准，因为其他15个人是以5万块至30万块来交保。碰床、纺织类的废弃物，厂区内底满满垃圾囤加2-3楼悬，环境看起来真垃圾。彰化县环保局进前接到民众检举，讲有业者违法囤大量的废弃物，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发动2摆的搜索行动，伫彰化市大川乡、福兴乡等所在，抓到4间违法的清运业者。对4家清除业者发动搜索，以被告等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未依许可文件清除废弃物等罪嫌，1人声押获准，其余15人分别以5万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并查扣1引车、货车、挖土机等机具23台。检方调查指出，这4间业者虽然有以及废弃物清除许可证，但是无依法申请设立底存场或者是转运站，就甲事业废弃物甲一般废弃物囤伫厂区，总量达到5400多立方公尺，对环境安全造成真大的污染风险。环保团体表示，这种用合法暗砍违法的行为是接出现的处罚，政府应该爱守法，加重处罚。去化的量能不足，所以处理费就一直高涨。我们的法律的法则，它又跟不上这个处理费的，他承担这样的风险，他可以获得高获利。你的法则要去反映你的这个处理成本。
款团表示，这几档台湾事业废弃物的量加真济，嘛压缩到焚化炉处理一般废弃物的量能，致使废弃物处理费起真济。款团认为，政府除了爱修法提悬法则，嘛得做好源头管理，才有法度减少这种违法囤废弃物的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南科要起奇美病院的婚宴，去年3月动土，最近伫咧挖地下室的时阵，煞是佫挖到一寡史前大湖文化灰啊文物。台南市文化局有去会勘了后，讲会伫咧货柜进前赶紧甲挖出来保存。工地大门关条条，无人出入，怪手顶各种大型机具拢踩伫咧原地世界点记记。当日我刚兴建的南科奇美病院，因为3月底挖地下室的时，意外发现新石器文化武器的大湖文化遗址。病院随天刚通报台南市文化局，文化局初步判断废墟坑长度大约3公尺。专案小组执事会勘了后，决定赶伫咧河水基进前进行开挖抢救。因为考量雨季已经快要来临，整个工区的一个安全也不能够开挖面暴露太久，所以这部分也请这个工程单位这边来做一些配合。但我想，因为所剩下的面积并不是太大，我想处理起来应该蛮快的。相片内底几啊片有乌色的、毛地瓜红的，拢是对工地挖出来的。其中这款乌龟啊，都是大湖文化的特色。大湖文化主要是分布伫台南高雄地区，离即阵大约有3300年到1800年的历史。文化局表示，南科园区自1995年设立以来，小刷发现68道遗址。南科奇美病院这是属于石头堡遗址，你伫这发现上侪都是大湖文化物件。那边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密切关注会不会有遗址的东西。那虽然这次出现的范围看起来很小，而且主要是灰坑这样类型的遗留，不过我们也很期待说能不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能够补足我们对于它的什么聚落啊什么之类的一些其他样貌的认识。奇美病院开30亿来起南科园区，因为知影文化资产的定贵，来破坏去就真正乌有啊。去年3月动工进前，就请专家先勘查，时间的规划嘛尽量闪开会有危机的所在。无想到3月底也是挖到史前文化的废墟坑，院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市府抢救文化资产，因为废墟坑面积无宽，对后续工程的影响应该不大。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昭阳台南采访报道。日本的观光厅公布入境旅客消费动向的调查。2026年第一季，这消费金额上悬的，就是来自咱台湾的旅客，大约有到代表772亿，这么多，超过韩国甲中国。也实际上，日本人嘛是真爱来台湾佚佗。这4月底，因的年假，根据各大旅行社的统计，要出国的热门地点，咱台湾就排伫咧第2名。咱做伙来看公司国际记者许浩的报道。像传统服装表演、泰鲁格舞蹈、台湾原住民的演出，向日本人欣赏。大家一碗卤肉饭、一杯珍珠奶茶，打位头前人叉叉叉。在东京秋叶原的台油馆活动，可以品尝台湾美食、欣赏原住民舞蹈，还可以抽机票，就是希望借此来抢攻日本人的黄金周旅游市场。今年黄金周为4月29开始，上长有8天连假，是海外旅游的大月。航空公司、旅行社业者拍拼，甲人客宣传台湾的观光行程。来月に台湾に行くので、その事前準備というか予行練習で来ました。せっかくの休みで、ちょっと円安もあって、あと近場ですごく美味しいご飯を食べられるので。根据日本各大旅行社统计，今年黄金周热门出国地点，台湾排第2。业者讲，台北周边九份老街、放天顶这经典行程上热门。另外，坐高铁一路升到高雄的商品，人气嘛愈来愈悬。韓国が1番の集客なんですけれども、2番目で台湾というのがしっかりと入ってきておりまして、全体的に見てもちょっと高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ようなヨーロッパですとかというよりも近場のところでという方が増えているかなと。中東情勢の影響でヨーロッパの旅行をやめられたり、中東の旅行をやめられたりするお客様が他の旅行先を選ばれる。安心安全のアジアに行かれたりとか、あとはオセアニアに行かれるという傾向は増えてます。伫中东局势影响，面对机票价格大起、航班变动的不确定性，互日本人爱选较近的国家佚佗，台湾颠倒占较优势。台湾我们相对来讲是距离比较近，而且可以很容易就出发，到台湾可以3天2夜或2天1夜的这个小旅行，其实都非常的便利，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个方面相对的优势。去年来台湾的日本人差不多150万人次，是来台湾旅客上大的市场。今年旅游业界同款真专力，要抢攻黄金周的商机。
公司国际记者施旭和日本东京报道。伫新闻的最后，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气象。北部地区24度至29度，中部地区23度至30度，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东部地区24度至29度。外岛地区19度至27度，抑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